Hello，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就會講翻之前抽過呢三隻牌嘅詳細解說啦。咁因為我第一次，所以可能有啲甩咳，唔好介意。咁咧，大家咧抽到第一張牌咧就係呢一個嘅寶劍七。咁大家咧見到呢一個寶劍七咧，呢一個人咧，其實佢咧就拎住好多把劍，五把。咁 total 有七把，咁佢一個人就要拎晒五把，亦都冇人咧喺後邊幫佢手。咁其實咧呢一張牌嘅出現，或者可能你抽中咗嘅張牌，其實係想同你講咧，你而家呢一個狀態咧係勉強撐住嘅一個狀態嚟嘅。咁呢一張牌好多時候咧都係代表緊你仲用緊一啲以前舊有嘅模式去做嘢啊，或者去保護你嘅方法咧，已經係唔適合你啦。你已經覺得係有啲消耗你嘅感覺啦。咁呢一張牌其實就係想話俾你知，試下去唔好自己一個撐先啦，因為你自己一個冇可能拎住咁多嘢嘅。縱使可能你覺得身邊嘅人未必幫到你手都好，咁都要去嘗試下放低一啲你手頭上嘅工作，因為呢一樣嘢已經消耗緊你。亦都試下用其他嘅方式，試下即係放低一啲嘅工作俾人哋，而令到自己有返一個空間去喘息咯。咁好啦，第二張牌咧，因為我見到咧好多人咧都抽中第二張牌，咁唔知係咪因為2025年可能發生咗好多事啊，經歷咗好多嘢啊，睇咗好多嘢，所以大家個思維上或者係心態上唔同咗。咁呢一張牌咧，其實就係權杖四啦。咁其實咧，佢唔係話你已經到咗終點啊，因為其實佢呢兩個人咧就好似好開心啊，可能打贏咗仗啊，或者係有啲人話係結婚啊咁樣去城堡。咁其實可以咁樣講啦，就係無論打勝仗或者係結婚都好啦，係一個階段，並不是代表你已經贏晒你成個人生。咁所以呢一刻咧，雖然咧你係可能係已經經歷咗一啲嘢之後，你 complete 咗，然後就去咗另一個階段啦。咁佢意思係話你已經完成咗一個好重要階段，即係可能係你嘅工作上面，你可能係已經得心應手啦咁樣，又或者係你同你嘅伴侶感情方面，都係一個跨越咗一個好痛苦嘅狀態，然後去到一個比較舒適嘅狀態。咁佢就同你講話其實呢一刻咧，你可以暫時係安心嘅，可以去叫做維持你而家嘅思維啦，或者係工作嘅狀態、工作嘅模式啦，咁樣咁就繼續去咁樣咯。咁但係咧，佢都叫你其實唔好鬆懈啦，因為其實呢一刻係打勝仗，咁當然係可以去休息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係咪代表以後唔使再打仗咧？或者結咗婚之後，你係咪以後都唔需要再對你伴侶好，或者係唔會再有痛苦，唔會再有執拗咧？唔係，只不過佢話俾你聽，你而家呢個狀態好 fit 啊，好唔錯啊咁樣咯。咁喺呢個階段對於你嚟講，好 OK 好夠啦咁樣咯。好，咁如果有人抽中咗權杖二咧，咁權杖二本身咧係代表啲咩咧？佢本身係一張講計劃同埋方向嘅牌嚟嘅。如果咧正向咧，其實你係見到呢一個人咧揸住個波，向住一個方向佢好清晰知道我要計劃做啲咩啊，或者係我知道要行邊條路啊咁樣做一個計劃。咁但係咧，因為佢反轉咗。咁反轉嘅意思咧，其實就係將啲意思反翻轉啦。咁就係咧，代表咧，你呢一刻咧都仲未睇清楚你下一步係想點嘅，包括可能你工作啊，或者感情上啊咁樣，唔知道究竟應該係要做啲咩啊，好迷茫啊，
咁可能你已經有見到一啲選擇，但係咧你嘅未 ready 去揀。咁呢一張牌咧就係想提醒你咧，你係需要咁多嘅時間去整理你自己方向，而唔係勉強咁樣去做決定咯，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呢三張牌我可以話俾你哋聽嘅意思。咁如果你哋覺得準嘅話咧，就留言話俾我知啦，同埋咧就係話俾我知下次想我抽啲咩牌，或者係你有啲咩問題想問咧，咁我就可以幫你去抽啦，咁樣。咁都講翻啦，因為其實咧我問嘅問題咧好 general 啊。咁所以冇一個好 specific 嘅嘢。如果大家話我想了解我嘅工作啊，或者我感情啊咁樣，咁可能我嘅抽嘅牌可能就會唔同咁樣。咁你可能睇到嘅牌、睇到嘅 insight 都會唔同啦。今日講住咁多先，thank you。